Hello，大家好，我係 Kelvin，歡迎收睇中資房媒頻道。經過今年嘅清明節、復活節、五一呢3個假期，相信有來回內地遊玩嘅朋友應該都知道喺各大關口真係塞到水泄不通嘅，呼吸都有啲困難。咁就復活節啦，香港出入境人數高達604萬人次咁其中香港嘅出入同胞就佔咗184萬人咁意味着呢個假期有接近1/5嘅港人就北上消費嘅。咁呢個數據就真實咁反映出港人對大灣區嘅接受程度非常之高㗎。冇辦法，大灣區物美價廉真係無法抵擋咁呢個時候開發商就捉住機會啦，好多樓盤就打戰呢個低首期啦、送首期啦、免首期啦呢類型嘅廣告但係一定要記住，再平嘅價錢都唔好去買好有可能呢層樓就會爛喺你嘅手入面嘅。如果大家要見到就留個心眼，一定多加注意啦。有時候容易上車就唔代表容易落車㗎。咁我哋喺大灣區購買物業能否順利收樓或者如期收樓呢個問題就成為咗2025年所有買家不得不認真對待一個問題啦。咁我哋究竟點樣先至可以避開一啲有財困嘅開發商呢？點樣先可以避免買到爛尾樓呢？點樣先至能夠保證到我哋自己嘅財富唔淪為開發商嘅韭菜呢？呢一系列嘅問題，對於喺內地買個樓未有經驗嘅一啲買家嚟講，呢個絕對唔係件容易嘅事嚟㗎。畢竟隔行而隔山，我哋冇可能日日去研究邊個開發商有財困咁樣做係唔現實嘅。但係唔緊要，你哋唔得閒去做資料搜集 ，Kelvin 幫你去做你唔知道邊個開發商有問題，邊啲樓盤有爛尾嘅風險 ，Kelvin 話你知今日呢條片係2025年最新嘅買樓避雷踩坑指南，有計劃今年買樓嘅觀眾朋友仔一定要睇晒啦。今日我就會講2個最近比較多港人被割韭菜嘅一啲樓盤而且呢啲樓盤目前都仲賣緊嘅開發商已經有唔同程度嘅一個債務問題啦，或者呢個品質問題嘅，一個就爛過一個但係佢哋依然有佢自己嘅一個市場。山人就自有妙計嘅，換個行頭又繼續收割每個月都會有一批又一批不知情嘅買家被人送入局，入咗呢個陷阱嘅。咁呢條片可能會涉及到一啲人嘅利益，但係為咗我嘅粉絲朋友仔唔再中伏，今日我就豁出去㗎啦。睇片先點讚，養成好習慣咁我哋馬上開始，歡迎今次第一位主角隆重登場。佢就係我哋嘅坦洲朗詩新城啦，一個洗過又翻生嘅一個樓盤項目，原名叫做港澳城邦。2016年動工，後面因為資金嘅問題就停咗工嘅，就曾經爛尾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亦都經歷咗整體嘅拍賣。面對呢種爛過尾嘅又翻生嘅樓盤，工程嘅一個質量好難得到保證嘅，因為項目嘅主體結構係由上一手開發商去建設嘅。朗詩集團就總投入28個億到呢個項目嘅，而朗詩接手咗之後只喺現有嘅框架結構之上做啲外牆嘅裝修所以工程嘅一個質量係有待考察嘅。到咗2022年啟動第一輪嘅開盤，當時嘅廣告語係出行我只想更快更速度，比珠海更近珠海一個有溫度嘅廣告，加上一個有誠意嘅買家，喺全城嘅一個矚目之下朗詩新城迎來咗盛大嘅首開。咁新城之名再次掀起城市嘅熱潮，以開盤1小時競銷9成以上嘅傲人業績，轟動之中一度就造成咗1000人排隊入場嘅畫面，成為咗當時中山珠海人人皆知嘅神盤。短短3個月就收割咗500個珠海嘅打工族以及一啲港澳嘅買家。但係好景不長，隨住朗詩地產嘅債務問題出現，越來越多嘅負面消息傳出，曾經呢個爛尾嘅樓盤真實嘅一面就浮出水面。咁市場上嘅啲買家亦都睇通睇透，就自不而然銷量開始減退啦，就大不如從前啦。亦都有好多代理唔敢再去掂啦，同呢個樓盤撇清關係。
而最慘嘅就係早期第一批蒙在鼓裏嘅買家，啞巴食黃連，有苦食不出啊！居然講到咁差，又點解有咁多嘅買家？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夠平，因為當時嘅賣價咧係刷新咗坦洲最新嘅一個成交價。咁你睇翻50零萬就可以買坦洲咯，7、8千蚊一平方，總價50幾萬就可以搞掂啦。坦洲咁佢居然出得呢個價咧，就相對應有一啲不利嘅因素啦。咁佢咧喺坦洲係屬於配套比較差嘅一個樓盤嚟嘅，位於我哋坦洲嘅永義村，屬於坦洲嘅最北面嘅邊緣地帶吓。咁方圓咧幾公里咧，除咗村屋就係農田啊，四周圍咧除咗高速嘅一個環繞啦，佢嘅灰塵同噪音係非常之嚴重嘅。咁居然講得咁偏遠嘅地帶啦，配套就一定唔會話好得去邊啦。咁目前咧項目係一間鋪都未開成嘅，買支水都成問題啊！咁想食嘢咧就一定要揸車出去啦，叫個外賣咧都難啊，落單半個鐘咧都冇騎手接單嘅，送到嚟咧成個鐘啦。咁而家第一期嘅啱啱收咗樓啦，有啲剛需嘅買家就已經入住咗嘅啦。咁我哋亦都可以清晰咁可以見到係有業主掛咗無良開發商等字眼嘅。咁今年4月份仲上咗東莊西望喎。咁我哋睇下係咩回事？24年仲陸續交樓入伙，樓盤名改咗，座數都改埋。朗詩新城嘅業主們而家連房產證都唔敢去辦，因為佢哋擔心房產證所寫嘅地址同銀行按揭地址、買賣合約地址不符，會影響自己嘅產權。因為你間屋俾人改咗名，做咗第二啲嘢，你都唔知。但係一日唔去辦房產證，物業嘅業權都未能確定喎。喺內地咧，如果冇房產證嘅話咧，咁就會有好大問題嘅。咁第一咧就證明唔到咧佢嘅業權。咁因為你證明唔到你業權擁有人嘅話咧，將來呢一間屋需要做繼承啊，或者其他任何牽涉到呢間屋嘅權益嘅問題，喺冇房產證嘅時候咧，咁可能都係會冇效。咁而家樓係收啦。但係咧，樓層唔係我哋當初買過嗰間喎。五一假期咧，朗詩新城咧再推出全新嘅2期啊，咁總價咧47萬就可以買3房2衛，單價5900起。咁現場咧仍然成交不斷啊，呢個韭菜咧真係割咗一輪又一輪啊。但係按照目前嘅朗詩嘅銷售進度同佢財務情況，我認為啊風險係極高嘅。項目咧就分為5期開發，日後咧會唔會進入第2次爛尾咧，有待觀察下。開發商嘅財務問題係持續會成為我哋買樓嘅首要考慮條件。咁大家謹記啦，價格其次，安全最重要啊！第2位之角咧就係我哋義豐名門啦。相信咧有了解過坦洲嘅樓盤朋友仔都知道啊，佢嘅位置咧真係靚到冇得彈啊！小區前面就係我哋即將要開通嘅坦洲大道啦，2個紅綠燈，6分鐘就可以去到南屏華發商都啦，15分鐘咧就可以直達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喎，3.4公里咧15分鐘就可以到我哋嘅珠海呢個三武會員店啊，樓下咧就係我哋坦洲最大嘅優越城百貨商圈啦。小區嘅配套咧設施亦都係相當豐富喎，有籃球場啦、網球場啦、羽毛球場啦，仲有我哋室內嘅一個恒溫泳池同室外嘅雙泳池啊，真係可以年頭游到年尾啦，順順利利啊大家。咁而家咧在售嘅一個均價咧就係15,000蚊到16,000蚊每平方嘅喎，咁對面嘅一個珠海嘅南屏均價咧就去到25,600甚至3萬嘅喎。咁35分鐘嘅一個車程咧，就接近咗平一半嘅價錢啦。咁而且佢嘅戶型咧，真係一大亮點嚟㗎。實用率咧就超過120%嘅。咁101方嗰個戶型咧，就送咗一個超大嘅一個客廳，喺度踩單車都唔成問題㗎。聽到咁筍，有誠意嘅買家肯定心喐啦。因此咧，就好多唔熟中山同珠海嘅港人咧，就踩咗入去㗎啦。嗱，到咗今日嘅一個主題啦，呢個項目咧，究竟有啲咩秘藝之處呢？精裝交付咧就標準係非常之差㗎。咁地板咧就有漏水滲水嘅一個現象啊。講好嘅會所恒溫泳池幾乎係冇開咁滯㗎，究竟係點回事呢？原來咧係物業公司咧將會所打包俾出面呢啲公司去運營嘅，業主開開心心咧就花咗幾百蚊辦咗張卡，開唔到2個月啊就執咗喎。物業嘅管理亦都係非常之差嘅，堪稱為坦洲中垃圾嘅垃圾物業啊！天氣熱嘅時候只開1部 lift 啊，地下停車場漏水堆滿垃圾，主打就係一個辛苦業主可以，但係唔可以辛苦自己。不得不說義豐名門嘅物業啊，簡直就係坦洲最有口碑嘅。我覺得佢嘅物業宗旨就係我服務能力可以差，
但係你唔可以唔交物業費啊！你唔交物業費嘅話咧，我就起訴你。遇到咁樣嘅物業，你就算瞓喺管理處都冇用啊！最近開發商咧突然之間咧就唔俾業租車位啦，係逼住啲業主啊買車位啊，而且需要18萬蚊一個車位喎。在銷售嘅時候咧，同買家講，車位係可以月租嘅，亦都可以購買嘅。咁當時嘅一個車位咧價格係未定嘅。咁最近咧開發商突然之間就話車位唔可以租啦。如果你要臨停嘅一個就按照30蚊一日嘅收費嘅標準去收啊。咁樣即係業主咧唔買車位，停滿1個月咧就需要900蚊嘅，刷新咗坦洲市場嘅一個車位租金300蚊嘅最高紀錄啊。咁業主應該選擇租同買嘅權利係有噶嘛。咁而家18萬一個車位嘅定價，好明顯係非常唔合理噶啦。咁珠海嘅一個車位均價咧，大產權先係至10多萬一個喎。咁你而家賣緊18萬蚊一個車位，已經係遠遠超出咗市場嘅一個價格啦。而且買樓嘅時候咧，都冇明確同業主講車位咧只可以買唔租嘅。但係而家咧買咗樓咗之後，就逼業主咧買啲貴價車位。而更過分嘅係，開發商5月12日將小區樓下嘅返香港嘅直通巴士站停咗啦，幾時開咧又唔知喎。咁而且呢個停車又艱難，咁直通巴又冇得坐啦。買嘅時候咧講到天花亂墜，入住嘅時候咧就係面目全非啦。坦洲片區咧亦都有部分嘅優質樓盤嘅，咁我哋咧亦都唔可以咧以偏概全啊。如果你想買坦洲片區嘅一個觀眾朋友咧，一定要多加注意啦，多做一啲功課，避開一啲雷區。咁坦洲片區咧只有20%嘅樓盤可以掂嘅，有80%嘅樓盤咧千祈唔好碰啊，否則咧你會損手爛腳。以上嘅觀點咧純屬個人見解啊，如有得罪嘅地方咧就請多多包涵啊。咁今期咧就分享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原計劃咧呢條影片咧我係打算將中山嘅南部片區坦洲三鄉、神灣、板庫呢4個地方嘅所有伏位同大家拆解嘅。原來我講咗南部坦洲一個片區都已經信息量咁大啦，咁大家消化一下。咁 Kelvin 咧亦都唔阻住大家咁多嘅時間啦。接落嚟咧，下一期我會講近幾年咧比較多香港朋友關注嘅一個中山南部片區嘅一啲伏位啊。咁即係我哋而家嘅神灣鎮啦、三鄉同我哋嘅板庫。如果你認為咧我嘅影片對你係有幫助嘅，可以訂閱翻我嘅頻道，亦都可以喺評論區咧打支持2個字。下期嘅內容更精彩啊！我哋下期見，拜拜。